有吗？可以吗？OK。心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圣诞主日的崇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迎接基督的降生。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时刻，期待救主的降生。主施恩看顾，让我们在今天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主日，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也十分的蒙恩，让他们无论在哪里，包括是工作或是读书，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保守他们也都十分的平安。也纪念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动安排，都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进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主。
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能够有一个希望。也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与口舌，叫我们不致得罪你。求您光照我们，保护我们，在这满是诱惑、恶意、谎言、悖逆的时代，仍能够持守你的教诲，满有信心，直到世界的末了。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接下来我们请诗歌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欢迎弟兄姐妹、好朋友们来到圣诞主日，一同要来敬拜神。哇哦，是 Christmas， 感谢耶稣，因为有耶稣才有圣诞节，他自己就是圣诞节的主角。阿们吗？阿阿们。我们赞美和祷告是回应神最直接的方式，让我们顺境也赞美，逆境也赞美。赞美是我们征战的能力，也是和天使天军一起荣耀神的方式。那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从座位上起身站立，和我们来敬拜主。如果身体不适的，可以自行休息坐下。好，让我们一起高声欢唱，赞美那为我们降生的弥赛亚。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献给主耶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凡有信心，荣耀敬拜你，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以恩典代替咒诅，凡有信心，荣耀敬拜你，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以恩典代替咒诅，何塞那，何塞那，和平君王与我们同住，何塞那，何塞那，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真神。让我们来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凡有气息，荣耀敬拜你，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以恩典代替咒诅，何塞那，何塞那，和平君王与我们同住，何塞那，何塞那，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真神。
使天君，天使天君齐声赞美，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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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散那，和散那，和平君王与我们同住。和散那，和散那，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真神。我们要更多的来敬拜耶稣。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耶稣，因你的名，病痛得医治。耶稣，耶稣，因你的名，锁链都断开。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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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膝跪拜，万口都承认。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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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呼喊，我们要耶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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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膝跪拜，万口都承认。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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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呼喊，我们要耶稣。敬拜耶稣，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
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是的，是的，耶稣配得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赞美。感谢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主，阿们。阿们。感谢耶稣来到世界上，感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他就是以马内利，赐平安的主。平安君王，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我们敬拜，亲爱耶稣。是爱和平安，
谢谢耶稣，你爱带来救赎。哇，感谢主耶稣，让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好吗？阿们。感谢耶稣，谢谢耶稣，耶稣的降生赐给我们盼望，耶稣的降生赐给我们盼望，他的爱是我们的救赎，他就是以马内利，因此我们可以平安的说：圣诞快乐 Merry Merry Christmas。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80篇，1至7章及17到19章，17到19节，在旧约圣经的610页。我们看投影片，白色部分是诗会来起，黄色部分是会众来应。第1节起，领约瑟如领羊群，是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万军之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愿你的手扶持您右边的人，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一起，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阿们。接下来点主礼。今天是要点燃第4根蜡烛，紫色的蜡烛代表的是爱。我们一起来起应。在这等候上帝降临时期，我们点燃基督爱的烛光，并应许我们一起来恭祷。我们为东欧国家
乔治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他们的国家百姓更能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大理卫理堂江仲华传道祷告，我们为他们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能够合一得人，他们的牧者同工他们都有身心健康。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驻国外的宣教士祷告，愿他们得蒙主的保守平安，而且贡献有充足的供应。我们继续为宜花东地区受灾的百姓重建来祷告。我们为当地住民、社福机构、教会团体及政府单位能够有智慧能力互相合作，恢复当地学校、社区及环境原有的样貌。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一同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圣经经课，我们请品存弟兄。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以赛亚书第7章10至16节。以赛亚书第7章10至16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0节起，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呢，于罗马书第1章1至7节。罗马书第1章1至7节，第1节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以上是神的话。谢谢品存弟兄。我们今日的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1章18至25节，在新约圣经的第1页。马太福音1章第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父亲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第25节，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接下来请诗班献诗。献诗的曲目是喜乐与希望的颂歌。
们谢谢诗班，愿主悦纳。接下来我们有受洗转入礼，我们将时间交给陈伟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听到这么美妙的诗歌，在圣诞节的当中，我们除了来敬拜上帝，我们更高兴的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我们为这样向上帝献上感恩，这是喜上加喜、乐上加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为他们来进行这个受洗跟转入的礼拜。好，那先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要受洗的2位要加入我们当中的大家庭的2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请郑权还有雅慧，请你们到台前来啊。来，转一下，对对对。好，今天要受洗的2位是方正权跟苏雅慧。好，那跟大家做一些的介绍啊。方正权是我们的印尼来的侨生，那他来台湾念书，甚至要留下来在这边工作。他说他要把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一个机会留在台湾，所以他来台湾念书。他虽然家里面已经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他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事放在他念书跟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为这样来向他来为他施行这个圣礼我们也来接纳我们这一位从我们的这个从印尼来的这位我们的弟兄，他也是我们的弟兄那我的右手边这是即将要成为2宝妈的这个雅慧她的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要出来了今天她的小朋友也要受洗但是先让妈妈洗好吗？好。雅慧是景庆的太太那她这个景庆她受洗之后，她很希望她的全家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家里的孩子，所以感谢上帝，这个妈妈也率先要参加要任性然后等一下她的这个小朋友也要任性了，所以我们为这样向上帝献上感恩。那当然我们要洗礼不是简单的放过，我们一定要问清楚，不是被逼的，不是被强迫的，是我们真的愿意要做这样的一个任性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2位你们转过来好，来陪妈妈一起也可以了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哭不要哭。好，那我们要来请我们2位的这个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跟程序我们要来问问他们的真心是否愿意来接受洗礼。请听圣经的话，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既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亲爱的郑权还有雅慧，你们决心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们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们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乃是同时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们的心中，基督住在你们的心内。现在你们应当在会众面前见证你们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们前来受洗的心愿。好，我们要来问问题了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好，你们愿意诚心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好，我们都有听到了你们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我愿意。好，已经第2关过了我们要来准备第3关了放心，深呼吸。你们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
又愿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我愿意。好，我们都有听到他们的韧性啊。刚刚说叫他们不要紧张，其实不是他们，是我，是我紧张。好，那我们就要来为他们来施洗啊。方正全弟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苏雅慧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常常为他们祷告，愿意常常关心他们，我们就请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领受圣洗的弟兄姐妹有圣灵的印记，列名于主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行列中。又求主把丰盛的恩典赏赐他们，让他们内心常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请你们转过来啊。我们每天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要愿意关心他们啊，那我们也接纳他们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欢迎我们的郑权跟雅慧。好，弟兄姐妹请坐啊。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致赠我们的会友证书跟这个教会的这个致赠的礼物哈。好，请我们的俊奎弟兄哈。雅慧。穗西，等一下会换你哦啊。好，好，谢谢，我们就请回座哈，谢谢，谢谢，好，谢谢，来看一下，奎哥，好，来，小心，小心，哎，这个是同梯的，耶，好，来，请回座，谢谢，谢谢，好。我们教会都会致赠给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有会友证书，那是相当重要的啊，证明我们的这个教会接纳。所以我们无论去到哪个地方，卫理公会的教会都会接纳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会友证书啊。好，那刚刚这个穗西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就要来准备了啊。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小弟兄，他也在安静的等候啊。好，我们来为我们的2位。小朋友来施洗，那我们要请永善还有穗西到台前来哈。爸爸妈妈，请带我们的孩子们到台前哈。好，来，请你们转过来哈，请你们转过来，耶，好，各位。我们都希望家里面，孩子出生叫做一男一女，这个叫做什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小朋友施洗也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太好了。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小男生哈，这位叫做永善啊，他是德正跟嘉锦的孩子。好，那他已经长大了，他准备要来受洗。那爸爸妈妈要代替他来答应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小儿洗礼。好，那我们的锦庆还有雅慧，他们也把这个小朋友来带到这边来，要准备做小儿洗礼。各位，他们家就全部都洗了哦，全部都洗了，他们家也全部都洗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全家受洗不可能，有可能的啊。我们在这里就有了啊。好，来，请转过来好吗？请转过来啊。好，我们要来问，
但是我们不是问小朋友啊，我们要问大人啊，要问我们的这个家长，所以要请两组家长，我们要来回答哈。好，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谢谢你来我这里了哈。好，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无所不能的永生上帝，我们祈求照你无限的仁爱，看顾我们的永善还有岁希，使他们借着圣灵的帮助，信心稳固，因希望滋生喜乐，在爱里逐日成长，在正义与真理上深深扎根，使他们长大成人，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好公民，在教会里成为主的好儿女，荣耀天父上帝的圣名。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我们现在要来问这个父母亲了啊。我们穗希跟永善的爸爸妈妈，你们带你们的孩子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使他们归入主的教会，接受耶稣的牧养，就当知道你们的本分，就是当孩子逐日成长的时候，教导他们明白奉献和受洗的意义，向他们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带领他们进入教会中的团契，如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和主日礼拜活动中，使他们遵行圣经的教训，发展完美的人格，得上帝和众人的喜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也在信仰、爱心与生活上做你们儿女的好榜样，使他们效法你们，凡事敬爱上帝，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要来问哈，你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靠主的帮助，自己竭尽所能，尽这一切的本分吗？好，我们听到爸爸妈妈的一个回应哈，那我们就要来为我们的小朋友来施洗。我们先为永善哈来施洗，因为永善是哥哥哈。好，来小心哦哈。好，没关系，永善不要怕哈。张永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阿门。好，来，穗希，我知道你在等了啊。好，一样啊。好，好。有穗希，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哇，他眼睛闭着哎，好棒哦，好享受。好，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常常为他们关心祷告，那我们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们来关心，为他们来祷告。让我们为这两位小朋友，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今天你卑微的仆人奉你的名为永善、穗希来施行水的洗礼，但愿圣灵的恩也同时降临在他们小小的心灵和生命中，使他们就像主耶稣一样，在他们的智慧和身量上，并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来转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常常有很多伯伯、叔叔、阿姨，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祷告哦，哈！我们欢迎跟接纳我们的孩子们来到我们的当中，哈。对，好，那一样我们要请坐，请坐。我们要一样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致赠我们的这个受洗证书跟礼物，哈。好，小朋友的比较大张，好吧？好，对。回去可以好好看一下，很大张，好，好，来，还有我们的穗希，来看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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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好，来，校长要送礼物了，校长要送礼物，好，好，谢谢。
好，还有一位，哎，对，校长是很公平的啊，两个都要送的哈。哇，来，校长接纳他们成为正式的我们的学生哈。好，欢迎，请回座。好，来，请回座，谢谢。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关心祷告哈，教会里面这样多美好啊！我们的不管从年纪大的到年纪小的，都一起在我们当中哈。好，我们最后要有一位我们要转入，他来到我们当中不久，但是他积极的投入跟参与教会的服事跟侍奉。他说这里好像是他的家一样，所以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姐妹转入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请郭冠宇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哈。好，来，请转过来哈。好，我们看她穿诗袍就知道，她现在是投入在我们诗班的服事里面哈，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啊。她的孩子现在是在我们的社青明年就是社青的这个主席了哈。我们为她来献上感恩，她因为她孩子先来，然后她也后来也来到我们当中。那他以前是在别的教会受洗过，那我们就为他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入礼。好，那我们就来为他做这样的一个转入哈。好，请冠宇来转过来哈。好，一样我们不会随便的，我们一样是要很认真的来执行这个，不能轻轻放过啊。好，没有关系啊，我们问你几个问题。冠宇姐妹。教会是属上帝的，要保存到永远。上帝设立教会，目的在劝勉敬拜他，实行他的教训和真理，保持基督的团契和管教，栽培训练信徒，领人信靠耶稣。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为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入礼，我们要来问你几个问题啊。冠宇姐妹，你愿意在上帝和会众面前谨遵你在受洗时所许的愿和所立的约吗？好，你愿意承认并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并效忠于他的教会吗？好，你愿意承认并接受在新旧约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教信仰吗？好，你愿意借着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应许过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同时成为基督圣教会里忠心服侍的门徒吗？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姐妹4次的这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就要为她来按手，让她能够来进入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关于姐妹，愿主用他的大恩护卫你，借着他的灵，使你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真实的门徒，在信仰上和团契里坚定不移。阿们。谢谢主哈。好，来，我们冠宇姐妹刚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希望常常为她祷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成为她的代祷者，常常为他祷告，那我们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他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冠宇姐妹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她来到我们的荣光堂，我们欢迎跟接纳她成为我们卫理公会的会友，同时加入我们教会的团契，让我们能够跟她一起有美好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跟服务，能够一起在教会当中有美好的成长。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冠宇姐妹，请你转过来哈。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要关心你，为你祷告哈。我们接纳我们的冠宇姐妹来成为我们卫理会的一员，我们一起来欢迎她。好，谢谢，请坐。那一样，我们要请我们的还没冠宇姐妹你也有这个会友证的啊。好，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致赠会友证跟我们的转入礼物啊。好，谢谢，我们欢迎冠宇加入到我们当中哈。好，请回座，谢谢。好，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没了啊！我们的诗班有准备诗歌哦。好，我们请我们的诗班来唱
这个洗礼的接纳的诗歌哈。谢谢诗班。好，接下来我们本堂陈伟文牧师正道，题目是因爱而降。我们请陈牧师。因爱而降，不是爱的迫降哦，不要误会。知道爱的迫降是什么吗？那个一个韩剧了啊，爱的迫降不是但是也算是了啊，因爱而降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圣诞主日的时候，看到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新生命。刚刚我们唱的诗班里面唱的那个新生命的意思就是这样。当你受洗成为上帝家里的孩子的时候，请记得你有上帝的生命，你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耶稣的降生就是为了让我们有这样的新生命。愿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好，开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圣诞的主日的当中，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来过圣诞主日。一般来说都是在圣诞节的那一天，我们有一个主日叫圣诞主日。那但是呢，我们是在这个提前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来这边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是我们的圣诞主日。好，所以今天这个主日是第4个主日，叫做爱的主日。那这个爱的主日表示上帝的爱已经临到了，让我们能够来预备、来领受跟迎接。好，当然我们常常讲爱，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爱，在社会上也常常讲爱，但是到底这个爱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特别我相信大家最近讲到这个会让大家相当的紧张跟害怕因为在昨天我们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我就有提到说，其实平安夜里很多人是不平安的，包括我们最近听到很多的一些的消息，让我们常常觉得不平安。那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提到爱是什么呢？跟各位来让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内容这个不是我自己去搜的这个是在这个健康的一个网络上面去下载的。他说你的情绪正在改写你的大脑。他说爱会让你的大脑更强大，爱能够让大脑成长，然后恨会让它萎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昨天在圣诞晚会的时候，很多人来介绍说我们可以来练二胡，我们可以来唱诗歌，可以来做这些的这个活动，防失智，对不对？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要防失智的话，请记得让爱进入你的心中。这个爱不是只有指男女的爱，不是只有指父母亲跟兄弟姐妹的爱，这个爱包括上帝的爱在你的里面。
所以要让你的大脑更强大，要让你的大脑不会萎缩，让我们把爱接到心里面来。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刚刚提到有的人是带着恨的，恨能够让人的大脑都萎缩了。那个萎缩就是他不会去想到别的人，他不会去注意到别的人的需要，他只会看到自己的需要。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现在听到很多的新闻，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新闻，很多的犯罪都是因着只有觉得自己才是重要的，别人是不重要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记得如果要让我们的大脑可以更活跃更好，让我们可以让这个爱进入我们的心中。愿上帝来带领。好，让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一周的主日叫做爱的主日。好，所以爱的主日是我们在这个将临期的4周里面，第一个主日叫做醒悟主日，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个主日叫做悔改主日，悔改就是我们要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透过认罪悔改，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三个就是叫做喜乐主日，因着悔改赦罪，我们得着喜乐。第4个主日叫做爱的主日，就是我们要迎接上帝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好，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只注意一半，好，只注意一半。记得这个一半是什么吗？我们有看过那个绿色的圈圈，有没有？那个叫做江陵圈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装饰，包括很多人家里面也有这个装饰，在门口放一个江陵圈，绿色的江陵圈，很好看。但是却忽略了这个江陵圈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有旁边的这个荆棘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荆棘的冠冕是谁在戴的？是耶稣在戴的。所以因着耶稣所戴的这个荆棘的冠冕，我们才能够来过这样的一个圣诞的佳节。所以这个图很棒，他说什么？他说 This is the season， 还有旁边就是 This is the reason。 为什么我们会过这个圣诞节？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现在会觉得不安，其实很早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圣诞节就相当的不安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男主角啊，男主角男主角。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除了耶稣以外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叫约瑟，就是耶稣的肉身的父亲哈。我们来看一下1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19节哈，一起念来。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好，我们昨天在圣诞晚会的时候，刚好就演了这个戏。这个演的戏是什么？天使去告诉这些包括玛利亚，也告诉约瑟，还有告诉牧羊的人。好，但是呢，在天使来告诉他之前，其实他是心里面很不安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未婚怀孕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未婚怀孕可能已经不是新闻，但是我们总是还会有一些的禁忌。但是各位，在2000年前，你可以知道那种很保守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相当不得了的事情。各位知道，如果我们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各位知道，如果未婚怀孕在2000年前可能会怎么处理，知道吗？有没有听过浸猪笼？有没有？那个小猪把它放到猪笼里面，然后丢到河里面去，对不对？其实那个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方式，表示说这个是一个不忠或是不好的一个女生。所以当时的时候，圣经说她的丈夫是个义人，不要明明的羞辱她，她是准备把她暗暗的休了。台语圣经里面讲说，她要会亲，她要废那个亲了，她不要了，但是她又不要明白的羞辱，她就把她暗暗的
反正我离开就好了。好，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可能不安的事件，玛利亚怀孕，她又不能够说明，她怎么办呢？所以天使就来告诉这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20节的地方，我们来看20节，一起念来。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上帝出手了，来告诉约瑟说，这个孩子没有关系，你把太太娶过来，这个孩子是圣灵所生的，是圣灵感孕的，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很多人可以出来服侍，你可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你可以来参加教会的很多的服侍。我们要感谢我们家里面的家人，或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他可以让你可以来教会里面服侍，他可以让你能够来教会里面侍奉，真的非常不容易。谁的家里没有事，谁的家里面没有这些的许多的事情，也要一起处理。但是能够愿意接纳，能够愿意接受，这要极大的勇气。所以，爱是有勇气的，能够在爱的里面才有这样的勇气。好，所以天使来告诉这个约瑟说要生一个孩子。我们来看一下他要生哪一个孩子，这个名字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名字，一起念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耶稣在古代的时候不是一个叫做特别的名字，其实他是蔡奇亚米亚因为古代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约书亚。好，如果各位有看那个旧约的话，约书亚记里面那个约书亚就是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是上帝的拯救。好，所以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因着上帝的信息，这个名字有了特别的意义。所以各位，上帝的儿子来不是要让我们除了来享受有个圣诞节，他是要做什么？他是要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儿子成为人，要让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次有跟各位讲说，我们都是天公仔囝，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让我们成为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1章21节的后面，我们一起念来。他要将自己的子民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名字，我们刚刚敬拜团一直在讲耶稣耶稣，是不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他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觉得困难，觉得害怕，觉得好像没得救的时候，请记得有一个拯救，就是从天上来的拯救。这个拯救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把我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当然有人会说，那像昨天那样前几天那样，如果万一被追杀了，难道上帝要怎么拯救我吗？真正的拯救不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避掉那个祸，而是我们即使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仍然平静跟安稳。各位知道我们的会主卫斯理曾经有一次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跟这个一群人要到美洲去，然后在海上遇到飓风。各位不要以为牧师都不怕死牧师也会怕死的。好，所以卫斯理在船上的时候，他怕得要死，但是他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在那里唱诗敬拜。这一群人叫莫拉维亚弟兄会，这些人他们是从德国来的，他们也要到美洲去。然后卫斯理那时候已经是牧师了，但是呢，他怕得要死，船都快沉了，但是这一群人他们还在那里唱诗敬拜赞美上帝。卫斯理问他们的带领的人说：你们都不怕吗？这些人说：我们不怕。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妇女都不怕吗？我们不怕。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牧师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因为我昨天也说了，
我如果晚一天回来的话，我可能就碰到了啊，因为刚好礼拜四我回来，礼拜五发生的事情，刚好我也经过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会先来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往哪里去，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确据，耶稣来要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怕，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以弗所书的1章7节，我们来念一下以弗所书1章7节，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赎了，我们是属耶稣的，所以无论我们往哪里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经里面说他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受苦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与我们同在。当你在愁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与我们同在。当你在无解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他没有撇下，他没有丢弃，他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马内利这个词太重要了。所以约瑟醒来就把他太太娶过来了，这是要极大的勇气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家庭里面，虽然他们遇到一些未知的事，但是他们能够做这样的决定，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约瑟娶过来之后，把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照着圣经里面，照着天使所吩咐的，能够来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回应。好，所以耶稣来，他是带着恩典跟真理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信耶稣要我们自己变得多好，不是的，而是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几天我有跟一个这个群组，我们的社青的群组传了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黑道老大，后来他悔改了，他成为一个这个努力上进的人，然后这个就是后来考上司法的这个考试，他后来成为律师。好，那这是当然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我们知道说人生命改变能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回应我了，他说牧师，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敢让我的孩子靠近他，我不敢让我的家人靠近他，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认罪跟悔改。各位，如果你看到这个礼拜五发生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见得叫做你的家庭好，有爸爸妈妈在，或者是你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小康还不错，或者是你的这个学历还不错，你就可以叫做你的人格是完美的。其实我们都不完美，都不完全。很多人说我们要靠后天的教育来教养，不是的。除了靠后天的教育，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改变的时候，即使他的家庭的背景多好，他仍然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好的人，一个对的人。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有一个大专生，他这样说，他说什么叫做好学生，什么叫做坏学生。好学生是什么？敢想，不敢去做，对不对？坏学生是什么？敢想，我也敢去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好学生，什么叫坏学生？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我们没有承认我们是天下乌鸦，其实我们都一样，甚至搞不好我们心里面想的比这个人更恶，比这个人更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人可以来亲近上帝的。所以最能够来接待真理的是什么？是上帝的爱。上帝把爱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来接受他的真理，不是我们可以接受，是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让光进到我们的心中，才能够除去那个黑暗。不是我们努力发光，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的光，是神的光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使我们成为光。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有这样的光显出来。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是耶稣降生，上帝向我们表达他的爱。
如果不是耶稣的降生，我们无法知道上帝的爱那么样的直接，那么样的真实。上帝创造我们，了解我们，他也深爱着我们。所以不要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来，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第二个，因着耶稣来，让我们降生，向我们表达上帝要跟我们和好。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个特种行业的姐妹得到赦免了，税吏得到赦免了，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也得到赦免，我们也得到赦免。上帝愿意接纳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被罪捆绑跟辖制，上帝关心跟关爱这些所有的人，包括远离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常常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再一次的机会。即使第二次我们可能失败了，上帝还在给我们机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百老汇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剧本，就是在耶稣在天上的时候，当所有的门徒都在天上的时候，耶稣仍然站在门口，在门外张望。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在等谁呢？”耶稣说：“我在等犹大回来。我在等犹大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远离上帝了，上帝还是要等我们回来的。所以，因着爱有盼望，因着爱，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使我们跟上帝和好了。求上帝的带领，让我们能够看到十字架是让我们跟上帝一个和好的机会。第三个，因着耶稣的降生，我们应当活出上帝的爱。所以，不是只有等候，不是只有等基督的降临，而是我们要活出那样的生命的样式。愿上帝带领我们，当我们等候基督的降临的时候，让我们也预备活出基督的样式。耶稣爱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弟兄。上帝透过他的儿子看到我们也成为耶稣基督，成为上帝，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透过耶稣基督。以前我小时候有一个辅导这样说：即使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罪人，耶稣都要为我来。只有我一个罪人，耶稣都要为我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牧师稍微哽咽一下。为什么？因为即使全天下只有我一个罪人，耶稣都要为我来的。所以让人从你身上看到上帝的爱。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很多人说那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的洗礼。其实当我们来看洗礼的时候，不是我们来观礼，而是我们也参与在这当中。我们也要问问自己，我是否愿意？我是否愿意？当牧师在问洗礼的人的时候，也是我们要回答，我愿意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恩典，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最后，为爱而生，为你而降。耶稣来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降。愿上帝带领我们，上帝的儿子成为人，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因他而得救。愿主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圣诞节这个特别的意思。除了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爱，让我们也纪念那个远离上帝的人。也许有很多人远离上帝了，求主让我们可以成为爱的使者，再把他们带回来。当然，也有人问我说，如果那个杀手，如果他有机会遇到耶稣，可能会改变。是的，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去接近一个可能心里面蛮有仇恨，心里面蛮有这些苦毒，心里面蛮有这些问题的人，有谁愿意去接近他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那个使者，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人这样的接近，让人有机会可以改变。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是不配的罪人，却蒙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愿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爱的使者，
也去接近人，让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你因爱而降，让我们也能够把这爱活出来给出去。愿诗人来带领，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会众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在心灵粮诗选161页，平安夜。平安夜，圣山夜，万众光华盛，照着圣母夜，照着圣衣，多少慈祥夜，多少天真，今向天赐安眠，今向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山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平安夜，圣山夜，圣子爱光皎洁，救赎红暗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请坐。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所赏赐的一切，我们从你所赏赐的取出1/10，献在坛前，愿蒙您悦纳，加上赐福。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请司线同工到台前来。
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一同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欢迎第一次来到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叫方心如，在哪里？是正权的妹妹，欢迎您，希望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你。好。第二项是本周主日为将临期第4主日，还有圣诞主日，欢迎弟兄姐妹把握节期，邀请福音朋友参加教会各项圣诞福音的聚会。会后在1楼接待区有2026年的新月历，每一家一份。索取的时候请记得要签名哈，以便我们统计。那索取期限到明年的第1个主日就结束。好，请各位注意那个期限。那本周主日举行了受洗礼、转入礼，刚刚各位已经有一同参与了哈。再来，我们24号星期三要圣诞报佳音，我们6点45分的时候在教会练圣诞歌曲，7点的时候在教会集合出发。那原定的25号的祷告会就合并于24号晚上报佳音的时候举行，请有意愿参加的会众注意这个讯息。那下周主日正道台语堂是林志坚牧师，华语堂是蔡英文牧师。那本堂的韦恩牧师和玉华师母要前往左南台福教会关心教会事工，请为服事的牧者祷告以及出入平安祷告。那有一件教育部门有一件事情，请各位注意，本学期成人主日学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有些班级在上周已经上完了，还没有上完的课，今天可以继续。那下周会颁发勤学奖励。好，那1月1号元旦教会办公室会休假，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那会堂会暂停开放。再来，明年的年历是马太年，教会2026的年度目标将定为研读圣经，活出真道。邀请弟兄姐妹勤读圣经，并实践主耶稣的教导。那1月4号会举行新年联合崇拜及立约礼拜，聚会时间是9点半，请各位注意聚会的时间是国泰语会联合崇拜。我们也
请各位为新一年的各部门执事，还有小组与上帝立约祷告，为自己与上帝重新立约，也为此感恩。好，那我们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四晚间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那同时它也会有脸书上的直播，可以在总版里面会有连结，各位可以注意这件事情。那财务部门提醒，12月31号之前是申请单据的最后日期。如果有弟兄姐妹为教会采买物品，请记得在最后时间去请款。那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相为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当中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活出基督的生命，使人看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耶稣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请在殿乐中为教会事工代祷。